我足爱起来讲原因，就是吼，我对即个团体是对41家延伸过来啦。对创奇姐带迄阵仔的朋友，到即阵哦，年88，迄个阿明兄迄阵仔拢对创奇姐因来吼，拢做伙爬山。啊，在足享受啊，足欢喜啊！我搁爱煮食吼，我会去逐日那分享团聚的时间到，我就开因了，看要煮芋圆啦，要煮迄个豆仔汤，啊，要通去拍落爬山哦，足爱爬山的哦，通做去爬山。到有一日吼，就来到遮了，迄团体拢继续吼，就是即阵即个分享团聚。有一日去米卡拉 park 吼，啊，阮先生知影。惊到吼，全身躯直直倒退啦！就叶先生含伊个朋友一人啉一边，迄吼，迄个急诊，迄个什么，你若叫911，迄个车吼，无法度人入去载，迄个条世界条啊，因两个吼，全对迄山顶安尼爬山直甲带出来到外口。以后一遍过去共洗下路者，才结束阮的爬山。好佳哉，阿关姐搁继续即个吼，即寒天因安尼，伊拢安尼含艺人继续即个，互阮通来做这运动。啊，因为体力的关系，就真正就行下山啦。所以阮即摆拢行附近安尼行来。啊，到拜四的时，当然心肝会想讲啊，猫猫真无彩呢，无法度通去。啊，嘛是爱接受啦，感谢上帝。伫遮嘛是有新的朋友通参加吼，接来遮做戴老师的气功。真多谢大家，啊嘛特别，真正这个团体真正真侪疼心啦，无论讲伫回来回外，像杨先生、陈老师做伙伫迄个团体吼，安尼。伊后要甲说多谢因，佫毋满，伊讲无要紧，到即拢不时就记伫迄心内讲，安尼咱临急的时啊，三疼啊，照顾，多谢大家。